隨住中港往來頻繁，喺內地就醫越嚟越普及，但兩地醫療系統大不同，大家求醫嗰陣可能會好彷徨。而 AIA 全助你嘅醫療支援服務就可以幫你打通內地就醫流程，輕鬆高效，唔使煩，只需要一個電話就聯絡到你嘅專屬健康管家。佢會為你安排一系列醫療同支援服務，有小病小痛，健康管家可以幫你安排家庭醫生線上診症，仲可以送埋藥去你屋企。需要專科治療，健康管家可以幫你預約特快專科門診同化驗檢查服務。如果需要入院治療，仲可以安排優先住院服務同埋陪診員同護理員服務，全程覆蓋入院前、住院同出院後嘅需要，全程無憂。唔止咁，全助你仲照顧埋你嘅屋企人，健康管家可以安排專業護士定期上門探訪你嘅父母，仲會有普通科醫生同時喺線上進行一般健康評估，你亦都可以線上參與，安心晒。想知多啲，即刻聯絡我哋啦！